出来及记第40章大会幕。上主吩咐摩西讲：正月初一，你得将会幕的布边搭起来，得将约柜下伫迄内面，用杖犁甲伊隔开，将摆献祭饼的桌搬入去，甲桌顶的物件摆好势，嘛将灯台搬入去，甲灯点倒。得将烧香的金坛下伫约柜的头前，然后挂会幕入口的门篱，将烧化祭的祭坛下伫会幕的布边门口，将水长的盆下伫会幕甲祭坛的中间，内面堆水。成数的四围得有埕，埕的入口得挂门篱。你得用圣油抹会幕甲内面所有的器具，将会幕甲拢总的器具分别做成，才会就拢正做成。佮抹烧化祭的祭坛甲伊拢总的器具，甲坛分别做成，坛就正做至圣。嘛得抹水长的盆甲盆座，甲因分别做成。你得带阿伦甲伊的囝来会幕的入口，用水甲因洗。嘛得甲阿伦穿圣的礼服，甲伊抹油，互伊分别做成做祭司互西我。佮带阿伦的囝来，甲因穿内袍，甲因抹油，亲像甲因老爸抹油共款，互因做祭司互西我。因受抹油，就世世代代永远得到祭司的职分。这个摩西拢照上主的吩咐做。第二年正月初一，会幕就搭起来。摩西搭会幕，下遐个座，徛遐个板，穿遐个环弓，踩遐个条。伊伫会幕的顶面砍布棚，伫布棚的顶面佮砍上顶的皮，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伊佮将法板下伫约柜内面，甲光藏伫约柜双边，将挂砍伫约柜顶面，光约柜入会幕，挂隔开的杖犁入约柜，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摩西将摆献祭饼的桌搬入会幕，下伫布边的北边，伫杖犁外面，桌顶摆奉献予上主的饼，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伊佮将灯台下伫会幕内，伫会幕的南边，桌的对面，伫上主的面前点灯，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伊佮将金的香坛下伫会幕内面，杖犁的头前，伫迄顶面烧芳芳的香，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伊伫会幕的布边的入口挂门篱，伫门篱的头前下烧化祭的祭坛，伫迄顶面献烧化祭甲素祭，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伊将水长的盆下伫会幕甲祭坛的中间，盆内堆水。摩西、阿伦甲伊遐个囝入会幕，还是瓦棍坛的时，先伫遐洗手洗骹，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最后，摩西伫会幕甲祭坛的周围设埕，伫埕的入口挂门篱。安尼，摩西就完成搭会幕的工作。上主的阳光充满会幕，迄时云遮砍会幕，上主的阳光充满布边。摩西袂当入会幕，因为云停伫迄顶面，佮上主的阳光充满布边。云对会幕升悬的时，以色列人就出发向前行。云若停伫，因就无出发，停候到云升悬。日时，上主的云停伫会幕顶，暝时云中有火。伫以色列全家规个行程，因拢有亲目看到。